帕拉基书第2章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对恁遮的祭司讲：这个命令是予恁的，恁若毋听叹，毋放伫心内，无将阳光归予我，我就要予咒诅临到恁，予恁的福气变做咒诅。无毋得，我已经甲恁咒诅啦，因为恁无将我的命令放伫心内。我要责罚恁的后代，用恁伫做期献的精生的粪抹恁的面，甲恁摕出去粪堆迄角。迄时，恁就知我有予恁即个命令，是要予我甲利未的后代所立的约会当确立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：我甲利未的后代立的约是应允许活命甲和平的约，目的是爱因敬畏我，因确实有敬畏我、尊重我，因有传授真理的教示，无讲不义的话，因甲我共步调行和平正直的路，互真侪人活倒转离开罪恶。祭司的责任是维护知识，人人着对因祈求教示，因为因是上主万军的统帅的使者。毋过，恁遮的祭司离开正路，互真侪人因为恁的教示绊倒犯罪。恁已经破坏我甲利未人立的约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所以我颠倒要互以色列子民甲恁看轻，互恁伫大众面前受凌辱，因为恁无遵守我的旨意，看人的面色过世律法。人民对上主不忠背信，咱大家兼毋是有上一个老爸，兼毋是上一位上帝创造咱，安尼是安怎？咱互相背信，违背上帝甲咱列祖所立的约。犹太人民的行为开早，伫以色列甲耶路撒冷做可恶的代志，因为因有拍拉三上主所喜爱的圣殿，带服侍外邦神明的女子做某。做这款代志的，无论什么款人，虽然因献祭物予上主，愿上主万军的统帅对以色列族群中甲因赶出。恁另外阁有做一项代志，恁悲惨哀哭，目屎淹满上主的祭坛，因为伊无搁再欢喜接纳恁献予伊的祭物。恁问，是安怎上主无爱接纳？是因为你有背叛你少年的时娶的某，伊是你的匹配，你有甲伊立约。上主是你甲伊中间的证人，人若是还有一丝仔灵性，伊袂安尼做。上帝所喜爱的，兼毋是对伊忠诚的后代，所以着谨慎，毋通背叛恁少年的时娶的某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讨厌离婚，我讨厌恁中间有人对家己的某做这款残忍的代志，所以着谨慎，毋通对家己的某不忠背信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审判的日得要到，恁的谈论互上主亚先操还。恁要得问，愿安怎得互伊亚先操还？是因为恁讲，上主看所有做歹的人做好人，佮介意这款人，佮讲公义的上帝伫倒位？